1988年2月2日，华航标劫机的事件，机组人员的飞机处理得真好。飞台北飞高雄的华航班机30岁简先生提一张字条给空服人员，顶面写“咱有能力手榴弹，命令飞龙机飞去北平，若无当即死。” 4名空服员和空安人员接到了有人企图劫机的消息，立刻赶到了第3排，和2名坐在第2排的乘客一起涌上，制服了检区员。当时民航局长发10万块奖金送给华航的机组人员，对因阻挡劫机的精神感谢多谢。1992年2月2日，行政院版228事件研究报告正式公开。这本用9个月写、拢总100多万字的228事件研究报告，总算在这一天正式公开给大家看。行政院228专案小组今天在充分尊重学术的前提下，对内容和文字未做任何增删，并认为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研究228最完整、客观而公正的资料。